因为我也看你看就可以了。Test。我会先走，尽办法。好。不是我前面给你看看跟他这一首，他唱完这一首他会进来。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礼拜之前，我们先来唱我们待会在礼拜当中会唱到的回应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基督的爱，神所允许的同在，何等光彩，我心敬拜。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以马内利，我主我王，一生年日总在我身旁。以马内利，我要仰望。
预备诗就到这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主在这一年的保守、眷顾、带领。虽然不管是在台湾的社会，我们得到比较多的照顾，感觉上我们生活受影响不大。可是很多弟兄姐妹在产业界服务的，可能就觉得你的工作受了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你的收入受了影响。感谢主，虽然我们受了影响，但是有主的陪伴，我们也学会做了一些应变，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子走到了这个年岁的尾巴。让我们一同来唱这一首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也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危难临到，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
万事，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有主的同在，我们不致畏惧。靠着主丰盛的应许，我们必然得以站立。在今天是这一年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感谢主一路带领，一路陪伴。在新的一个年度，也恳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有主的同在，我们必不致畏惧。我们要大声的宣告，不管主要我们往哪里去，不管主要我们向着我们胆怯的道路走，我们要大胆的、放胆的告诉主，我愿意为你去。用生命与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耀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为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灵与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神圣的爱，神圣的爱融化我，神圣的火熬炼我，神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灵引领我，定恒守，定恒
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尘世，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感谢主，在我们渐软弱，在我们最欠缺、最需要的时候，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当使徒因为主被钉十架离开我们的时候，当使徒最胆怯的时候，主出现在大家的当中，开口跟大家请安，愿你们平安。在这样一个不平安、没有平安的岁月，但愿这个平安不只是基督徒请安的一个习惯，牧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但愿它不只是一个习惯，它能够成为在我们心里面踏踏实实的一个感受，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摆在我们面前各样的变化跟险境。你是我的平安，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为你施胜，洪水泛滥使你驰胜，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施胜，洪水泛滥使你施胜，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耶和华为你施胜，洪水泛滥使你施胜，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施胜，洪水泛滥使你施胜，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的福，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阿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了
我们舍了自己的命，谢谢你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带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保守，带给我们各样的祝福跟恩典。主啊，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诸多的我们不知道的道路，还有诸多的我们不熟悉的一切在等候着我们。虽然我们心中有不安，虽然我们觉得面对这样的挑战有各样不同的压力，感谢主，虽然有这样的险阻摆在我们面前，让有主的带领跟同在，让有主的恩典保守与我们一起。我们愿意将接下来新的一年所要面对的交托在主手中，恳求主能够继续带领保守。我们要谢谢主这一年来的陪伴跟引导，让我们到了岁末年中依然有这样子美好的机会，在主的里面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请安，一起赞美，一起敬拜。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谢谢你，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感谢主的带领跟保守，感谢主的同在跟恩典，让我们一样有好的机会在主的面前与各位弟兄姐妹一同在这边赞美敬拜。感谢主啊，我们要再次的谢谢你。虽然在过去这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很平安的2020年，我们遭遇到各样的不安以及挫败，有各样的天灾，像是森林大火，像是蝗虫啃食了我们的粮食，以及各样的大水跟风灾，有各样的人祸，因为政府组织所设计的法令不够周延，以至于让很多的活动都出了许多的问题，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也有那种超级无敌大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让全球的经济行为都大大的限缩消退，连我们都分不出来，这到底是该算天灾还是人祸？但是感谢主，让我们一样有美好的机会，在这一年的最终了的时候，一样有好的机会，在主的面前与主相聚，一同敬拜。主啊，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了各样的事，不管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不管是我们所担心害怕的。当然在这当中也是有许多我们要感恩的美事，我们都将这一切摆在主的面前，当作是我们的奉献。感谢主带领保守引导我们这一年走过来，也恳求主能够在我们在岁末年中再次来省思我们自己，关于主所恩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数算清楚，我们有感谢我们的主吗？在新的一个年度即将开始，即将到来，也求主能够保领带领保守，圣灵的保惠师能够启发我们，让我们再次的来警醒。主，你在我们里面所埋下的灵，主，你在我们心里面所放下的恩典，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在教会的外面，要用怎么样的服事，怎么样的奉献，把它回应出来。主啊，求主你的灵能够带领保守，我们要将今天的礼拜奉献在主的面前。台南林森路教会的卢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要用他们教会建堂的好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也求主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主的里面兴起火热的心。我们将这一切的一切都摆在主的面前，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旧约的哈该书第2章第3节到第9节。哈该书第2章第3节到第9节。第3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5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卢牧师来帮我们证道。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卢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牧师比较喜欢就是走来走去哈，所以我们就不站在讲台上，因为人也不多，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在台下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愿你的灵充满在这殿。亲爱的耶和华，我愿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今天聆听到你的话语赏赐，从你那里领受你满满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平安，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信心，让我们的内心都充满你而来的喜乐，好让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所唱的一样，主啊，我愿为你去。走进人群的当中，成为你的见证；走进人群的当中，诉说你那美好的恩典，就流落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将这样的荣耀，将这样的一切的祷告，都放在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是在林森路教会台南林森路教会牧会的牧师哈，我是当中的教育的牧师，我很开心来到台北泸州教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的建堂的事工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内容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历史有熟悉的话，我们会知道，在圣殿对于以色列或者犹太的民族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信仰，信仰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圣殿，而圣殿应该就是说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非常看重圣殿，他们非常看重圣殿，所以他们当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就很努力的想要再一次的见到圣殿的荣耀。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这个圣经的历史。如果我们对历史有熟悉，我们知道北国北国在所罗门的时代。传到他儿子罗波安，然后就分成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如果我们看历代志的话，我们会看见北国的坏的王比较多，所以他比较早被灭亡，被亚述帝国来灭亡。那南国经过北国灭亡之后，经过136年的时间，就轮到了南国犹大的灭亡。他们在灭亡了之后，那时候他们南国是被巴比伦所灭亡的哈，所以他们在以前的政治是这样子，他们这个国家被灭亡了，被殖民了，他们会把这区的百姓移到另外一区，他们也是被他们殖民的地方来生活，他们会交换百姓，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人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土地，人对这片土地失去了感情，失去了故土，失去了温暖，失去了一种认同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说我们要拼命的保护这片土地，我还想要反攻的机会。我对这片土地没有认同嘛，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我们今天台湾的政治我们也会想到跟这个故事非常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当中国人？因为他们对台湾这片土地，他们没有感情啊。很多时候，他们是失去了对台湾土地的热情。所以，为什么想要回去，想要当中国人，想要卖掉台湾，是因为他对土地没有认同感。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人的这种感情，他们会交换人民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当时候亚述灭了
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也把其他的地方的民族放来北国以色列的土地来生活哈。来，我们来看，其实南国犹大在整个被灭国的时候，它是分3批的哈，被分3批。他们在当时候第一批打进来，巴比伦打进来的时候，他第一批先掳走的是皇室的成员。他把那时候的王给掳走了，他带着王就带着他的妻小、他的小孩、他的父母他的妈妈就出来投降哈，甚至他也掳走了、抓走了当时候南国犹大的精英的分子，里面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但以理。他们想说掳走了皇室成员以及精英分子，没有头脑，没有一个领导者，就不会想说你要来攻击我们，你们就会臣服在我的底下，在巴比伦的底下，你们不敢乱来。可是我们不要小看犹大犹大的民族，他们仍然说我们要反攻，我们要反抗这样的恶势力。所以就第二批巴比伦又打进来了，他抓走的是这些生意人、有钱的人以及工匠。可以制造武器的人，他们把这个掳走，以及一些宗教的人员，因为变成宗教人员在拉拢人心，所以当中第二批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以西结，以西结。第3次呢，他们仍然犹大的百姓仍然不放弃哈。他说：“既然我们的王也没有了，我们有能力的、有技能的、有钱的都没有了，那我们有什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邻居以色列一起联合起来对抗巴比伦，我们再打回去一次嘛。”当时候的先知就有警告警告犹大的王说：“你们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可是犹大的我们从故事当中我们知道，犹大的王并没有听从先知的话，仍然执意跟埃及一起联合。所以这时候巴比伦就北宋了。他说：“哎，你们真的是他就最后一次打进来，掳走所有的百姓，并且摧毁掉他们信仰的中心圣殿。”在第3次真正的灭国我们看见被掳的时候，其实分3批，其实他们回归也分3批。我们从圣经旧约历史的圣经的里面，我们会看到，从以西结以斯拉记前面其实在讲的是所罗巴伯回去建圣殿，再讲到的是以斯拉重整律法，然后再来是尼希米重建圣殿、重建围墙。为什么他们要分两本书？因为重建圣殿跟重建信仰，它属于一个部分。可是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你要记得它是重建围墙。重建围墙跟重建信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2件事情。因为信仰是人的精神的所在，可是当你重建圣殿的重建围墙的时候，那就是政治了。所以在尼希米的时代，他们遇到的冲突又是更大的。如果我们对这里有熟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回去重建的时候，尼希米的冲突会是更大的因为那是一个围墙，是一个政治的活动来，继续看到，在古列王的元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已经过了70年的时间。在古列王登基的元年，他们属于怀柔的政策，它跟波斯王朝的政策是不一样。波斯王朝是非常刚硬的铁腕政策可是古列王塞鲁士他就不是，他是怀柔政策。他们说，只要你们乖，你们愿意臣服，我就放你们回去重建圣殿，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当你们重建完圣殿的时候，记得要为我祷告，为我的百姓祷告，为我的国家祷告。他们听了心里很兴奋，这有什么问题？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面对这样子的消息，谁会最兴奋？一定是看过圣殿的人。那些第1代的人，甚至是第2代，小时候还住在犹大的人，他们看过那种信仰的生活，他们看过圣殿的环境，他们是真正的经历到，哇，原来我的父母所说的这样子的信仰的生活是真真正正的。
我是一个外省人的第三代。我常常在听我外公，我小的时候听我外公说，他是如何在山东过生活。山东有怎么样的土地，怎么样的人情，什么样的巷子，以及什么样的馒头哈。所以我现在只听到，我最记得我阿公呢讲一句话，就是丫头来吃馒头啊。他怀念的味道。他都跟我们诉说他小时候的那片土地，他思念的故乡。当蒋总统去世的时候，据我妈妈的说法，我阿公哭得很伤心，我外公哭得很伤心，因为他觉得他生命当中的盼望没有了。因为他还心心朝朝暮暮的想着说，蒋总统要带我回故乡啊。你怎么自己先走了？他哭的呀，跪下来哭的说：“我要跟他一起去。你怎么先离开？我被带你去啊！我要跟着你一起走啊，蒋总统。”当他听到犹大百姓听到可以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圣经跟我们说，他们的心大大的激动，我们可以回家了。所以通常回去的就是那第一批跟第二批，当然也有一群人他们是不想回去的不想回去，因为他们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70多年。我们从民国38年算到现在也差不多70年的时间。你说你要叫我回去山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我阿公的故乡，不是我的故乡我是一个台湾人，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是一个澎湖人，甚至我现在在台南生活，我还是会跟人家说我是一个澎湖人。因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是我的家当他们回去，有一群人回去，他们抱持的热情说：“我要重建圣殿，恢复圣殿的荣耀。”另外一群人，他则是说：“我们要留下来，我们要留下来，但是我愿意出钱出力，让你们回去重建圣殿。”他们是彼此一条心的在建造圣殿的工作，彼此间。所以他们真的是回去了真的是回去，而且欢欢喜喜立了根基。当他们圣殿的根基一立下来，你知道圣经跟我们诉说那个场景说看见圣殿的根基被立的人，他们是大声的唱歌，大声的呼叫，大声的哭泣，连周遭的人、周遭的百姓、各邻邦的城市都听得见他们呼喊的声音。你知道他们的心是很激动的，他们的心是很激动的。可是我们以为故事会非常的顺利，这样子就咻的一下盖完了圣殿，但其实并没有我们也看见，在犹大他们在盖圣殿的时候，也有一些阻扰。我们说到亚述帝国消灭了北国，他们把外邦的人民抓到了他们的土地来生活。但其实他们的土地就是连在一起的，南国跟北国，北国跟南国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当初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就是以前的外邦的百姓来到那边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了100多年了。这群南国的百姓，他们都已经出去70多年了，为什么你们今天要回来？你们今天回来就占了我们的土地，你们回来就抢了我的资源，你们一群人回来，是不是就要跟我争取这个土地的领导权？而且你们还要重建圣殿，好像这片土地就是你们的一样。撒玛利亚人会担心他们心里着急，他们害怕，他们就开始搞破坏，开始说谗言，开始毁谤，开始破坏，开始拆毁，开始贿赂官员，跟这些官员说他们的工程不合格，没有命令，这样子是有反叛的嫌疑所以工程就再次的停了下来，一停就14年，工程一停就14年的时间。那牧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林森路教会的故事。林森路教会呢，这是我们前阵子前年吧，有都更新的大楼，就是听说30多年前这栋大楼是在台南算是一个地标的大楼，它是台南第一栋这么高的大楼，那时候当初最高的一栋住宅你就会知道那个地方是非常繁荣的地方。
但是你会觉得我们的教会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们教会在这栋楼的地下室。地下室，当时候建商在盖这栋大楼的时候，他们想要赚取更多的金额的费用，所以他们私自的将地下室改建成为商场、商业中心。他们想说可以进驻一些家乐福啦，或者是全联啦，或是一些卖场啦。那楼上的人可以直接下楼来买东西，非常的方便。可他们盖好的时候开始招标，却被8大行业的酒店把这块土地给招走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没有变成商场，反而变成8大场所的声色场所。所以一到晚上，这里是非常热闹的龙蛇杂处我们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警车也非常热闹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发生过枪击案的啦、毒品的啦、斗殴的啦器械的斗殴的，什么都有就老板呢，一个就换过一个，一个换过一个。这栋大楼的人每次说到这样的故事，他们都非常的担心，也非常的担忧，甚至在晚上的时候就不敢再出门了直到再也没有人标下这块土地，我们教会在18年前把这块的场所给买下来，改建成教会。可当我们买下来之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积蓄，因为地下室总共有350坪，非常大如果一间教会的地坪算100坪好了，我们教会也得有3楼半吧，跟你们教会也差不多也得3楼半非常大的一个平面我们买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就没有钱了。我们大概就是把内部的整修、简单的装修一下，变成礼拜堂，买一些该有的设备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酒店的教会这是我们的门面因为大楼的整建的关系，我们门面也换新了来，这是我们的礼拜堂，我们礼拜堂非常大，这是以前的舞厅的所在舞厅的所在。以前就在这里跳舞，我们在这里我们还留下了一个钩子。那钩子是做什么用的？你们知道吗？我们故意没有把那个钩子拆掉。那钩子是以前勾那个灯，一个大球的灯，那个球会转转了就有那7彩霓虹灯在舞池的中间那刷下那飘来飘去的那一种。那个钩子我们还留着，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把那个钩子拆掉，所以。土地非常的大，然后礼拜堂大概可以坐到200个人左右。那我们也看到这旁边这一排到这里，一排到这里可能都是包厢，都是包厢。我们现在都把它改成小组的教室所以我们教会的教室非常的多。我给它算一算我们有大概18间左右的教室，但是现在有些都打通，因为教室人数变多，我们不够用，有一些打通我们大概有18间的教室，有18个包厢来看一下，这是牧师办公室。牧师办公室看起来没有什么样但是我们注意来看，它是113包厢113包厢。所以我们沿用了教会所有一切的以前酒店一切的设备以前的酒店的装潢是这样子，以前的消防法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严谨他们现在装潢都是木头的。现在如果我们有新盖的，那要防火2个小时啦，或者什么样的消防法规。可是我们教会仍然的装潢的隔间，通通都是木板，通通都是木板。所以有一次我们青年在那个礼拜堂在那边给我打乐棒球，那一棒就挥出去那个球都跑到那个洞里，球都跑到那个礼拜堂的洞里面怎么办？球也捡不到，那我们只好把那个洞盖起来所以都是木头的，很容易坏，很容易坏。那几个月前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以前酒店的老板是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他们350坪，他们要装潢他前一个老板的装潢他们要拆除，这样就是2笔费用。所以他们想到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他们在现有前一个老板的装潢上面加入新的装潢所以我们的隔间有好几层我们的门隔是好，天花板也有好几层，所以非常的矮。我们看一下 ，OK，
非常的矮。这是我先生郑牧师哈，他有178公分，可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头要非常小心，他会撞到那个音响设备哈。尤其我们的讲台又有在垫高，所以会发现在里面空间是非常压抑的啊。我们一打开天花板，如果打开，里面还有2尺的空间，还有2尺，而且天花板总共有3层。有3层，换一个老板他就换1层天花板，就加第1层天花板，所以里面的布线也总共有3层布线。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一天聚会结束了之后，我发现我们教会的空气不太对，因为咱等会烧怕灯啊，开始冒烟，烟漫布的整个地下室都是。我们开始找源头在哪里，我吹个嗨哦。我们很害怕，一边找一边祷告，一边在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开始发现，这间教会的安全法规对我们的聚会有很大的限制跟不安全。我们开始建堂的意向，又使我们更努力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摆下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上一个图片，这是我们教会的礼拜堂漏水，天花板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发霉。因为我们在地下室一漏水，滴下来的第1层天花板，它就跑到另外1层，第2层又跑了第3层，所以我们打开1层找不到漏水，找第2层、第3层，一直在找漏水，但是抓不到，抓不到，所以我们天花板都是长这样子霉的地方。你看，我们为了布线跟我们的找漏水我们开了非常多的维修孔，算一算，这张图片里面就有10个维修孔。就10个洞我们没有视频啊。这台是冷气机啦，这台是冷气机啊。当然后面这边都还是有维修孔的所在但我们也很感谢主的是，因为这样子的土地，我们做儿童施工非常方便儿童可以在那边跑啊，在那边弄啊。当早期林森路教会刚创立的时候呢，差不多有200多个人的聚会。我们是一个独立，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是独立的教会，所以我们走一个很年轻、很灵恩的系统，年轻灵恩的系统。可是当灵恩走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发现，会出现人的软弱，因为没有一个制度来限制我们的行为。每个人只要说圣灵对我有感动，所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圣灵对我有感动，所以我们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们会发现，灵恩走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我们有人的软弱，所以教会分成2批人，一批要加入长老教会，有制度的来管理教会；另外一批人觉得我们这样很自由很好，所以我们教会有发生了一些故事，就开始分裂。经过了几次的分裂之后，到牧师5年前到林森路教会，我接手的时候大概是40个人。200多个人变40个人，教会没有一个主日学的学生，我到了第1天听了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内心觉得有点难过。当我的会友带我参观教会，走到一个转角的时候，他跟我说：“牧师，你敢知影这乌啊是什么吗？”我说：“这是什么？”他不是被脚踢的，不是说用久了他说这个黑烟啊，因为这个角落以前酒店是在拜猪八戒的，那个黑烟就是拜烟烧的那些痕迹啊，还有一些污渍啊，就是抽烟的焦油啊。所以我们走进礼拜堂的时候，闻到的不是茶头香，是烟味。所以很多家长很担心小朋友在这个场所里面空气不好，以及有3手烟，3手烟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小朋友的事工一直没办法起来我一直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听见这个故事，我心里很难过。在一个圣殿的里面，竟然还有会友还记得说这间圣殿的里面是敬拜猪八戒的。竟然还有会友还记得说，这间圣殿以前是酒店的，是拜外邦的神明的。我心里难过，到底要怎么发展？从那一天起，我就为了我的教会一直祷告。
神啊，请你恢复我们从前的荣耀，请你恢复我从前的荣耀。神真的很听我的祷告。当我赴任的第一天，神赏赐一个孩子给我，我自己生的啦，我给生。可是我抱着那个孩子，我就觉得说，神啊，你听我的祷告。透过那个孩子，神一直教我说，我要怎么照顾这间教会，我要怎么牧养这间教会。我看着那个孩子，我说，孩子，他刚生出来的时候，我需要24小时把他抱在我的身旁，他需要细心的陪伴跟呵护。我就刚进去牧会的时候，我开始陪伴我的会友，我跟我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们1个礼拜7天，他们有4天在我家在聚会哈，没关系，吃喝玩桌游都在我家，聚会都在我家，但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甚至有时候牧师过年的时候不在家，他们就说，牧师，我可以去牧师馆吗？我说，请便，钥匙藏在哪里你们都知道，请便。然后我吃完年夜饭，我就打一通视讯说，你们在我家干嘛哈？干嘛不回家？然后他说，牧师，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祷告。我学你的样式，我们过年在牧师馆一同祷告。我说，神啊，谢谢，神啊，谢谢。我陪伴他们，我看见他们成长。当我的孩子渐渐长大，需要吃副食品的时候，我也看见我的会友，圣经可能讲台的宣讲可能不够，我开始额外的课程，没屁股的课程、造就的课程、教导课程，喂我的会友吃，他们领受长大。我又看见我的孩子渐渐长大，他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学上厕所。我也看见跟我的会友说，你看我第1天生了一个孩子，今天我陪你们一起走这段路，你们也要像我的孩子一样成长，你们也要学说话、学上厕所、学自主，起来传福音，起来上台把你们生命的故事讲出来。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人上台诉说他生命的见证。当我们愿意说出来的时候，有更多人被感染，更多人被兴起，更多人被感动啊！当我看见我的孩子渐渐长大，他今年开始上幼儿园，他开始跟人接触，离开我的身边，开始有社会的一些交易。我就跟我的会友说，我们要不止在教会聚会，我们要走出教会，关怀我们身边的社区的弱势。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圣诞节，这次的这个感恩节，跟我会友说，我们现代人都很注意健康，我们吃的也不多啦，我们应该每天大鱼大肉，我们的脂肪肝啊什么的，胆固醇都很高了。但是我们要如何健康，又如何荣耀神？省一道菜，捐一份爱。每天我们省下一道菜，把这样子的铜板50块、100块都可以奉献出来。我们让我们的邻居也享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感恩节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分享，不是在于那个火鸡拜托不是在于桌上，而是在于分享上帝的爱。圣诞节的意义在哪里？圣诞节的意义是耶稣降生的喜乐都传扬在那人不知道的外邦人的手里，牧羊人的手里，边缘人的手里，在那个安静的马槽里。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圣诞节跟感恩节，我们也分享我们的爱给我们的邻居。我们看到这几个礼拜，我们这社区的邻居也都在我们的当中，并且加入在小组。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还上台献诗，我真的好感动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抓了我们社区的里长里长其实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管我就拜访里长，里长走跟我去我就带着里长去拜访这些的家庭你看台南的天气感恩节了，我们还可以穿成这样
刚才我听到我们的长老在祷告说，我们有什么水很多啊，我们的南部我们都没有水啊，我们的明年的春耕我们已经不能种了哈，因为太缺水了。好，以上，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圣经的故事，到底圣经当中有什么样的恩典？圣经当中有什么样的恩典？虽然他们停工了14年之久，但是上帝的工没有停止。上帝仍然差派哈该跟撒迦利亚来对他们说话，说什么？今天的经文说：“你们要刚强，我的灵要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怕。你们害怕钱不够吗？害怕工不够吗？资源不够吗？”他说，这段经文他一直在提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要记得是你们信仰创造天地的神如此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使这殿充满荣耀。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哈该说的。撒迦利亚怎么说？他说：“你们虽然因着撒玛利亚人的阻扰停了工，但是我万军之耶和华要告诉你们，恩典是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困难啊，困境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都必成为平地。站在神的面前，神与你同在，这些困难都必夷为平地。”他又告诉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你已经立了这殿的根基，在你的手中也必完成这工。”神一直对我说话，神对所罗巴伯说话，也对我们林森路说话。他应该这段金句，应该也要对泸州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话。这样，我不知道你们的信仰如何，你们的生命如何，你们现在生活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但是神要对你们说：你们为了钱在烦恼吗？金子是耶和华的，银子是耶和华的，他必充满在你们当中啊！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还有受攻击吗？受困境吗？受阻扰吗？神要对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跟你同在的灵，方能成事啊！你还为了你的梦想止步不前吗？你还担心你向前走的路吗？神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因为我的灵要跟你们同在。我们看到，虽然所罗巴伯面对困境并没有被移除，但是他听了神的话，他就带着信心再一次的动工上帝的殿。当他开始动工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当他还面对困境的时候，愿意出手，愿意为神做工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必与他同在。神又差派了大利乌王来帮助他，说不能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圣殿重建的工程。他说：你们缺钱吗？没关系，我从王库拨钱给你。接下来他再颁布一道命令：若有人阻止圣殿的工程，必定处死。我帮助你，我差派各邦外邦人的王以帮助你，我差派天使帮助你们。当你不畏惧困难，带着信心的时候，神就差派他自己的工帮助我们。那林森路经历什么样的恩典呢？那我们开始规划我们的空间，我们后来是1250万，1250万，好，1250万的金额。我说了，我们只有40个人，到现在聚会大概80个人，可是我们的会友都非常年轻，都是刚出社会的。我们平均年龄大概加起来可能40岁左右，所以他们的奉献能力也不是很高。但是我看见我们的教会的恩典在哪里？我们上下同行，年轻人跟我说，我不只要11奉献，我要为了大整件的事情，我要来认献。一年1万2万，对他们来说很高呢。
他们年收入也不过20几万、30万，但是我愿意奉献2万，额外再奉献2万。我看见我的国中生，他们每个礼拜从跟爸爸妈妈拿100块钱，可是我看他1年的奉献，他可以奉献到1000块，1/4的奉献。我说，孩子，你的信心比我们的都大。即便是1000块，但是你付出的信心比我们都大。我们主日学的孩子跟我说：“牧师，我可以做什么？”我说：“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做手工，我会粘纸。”说好。老师带他们打肥皂，他每个礼拜这边打肥皂，他们也玩得很开心。他们为了每一个肥皂，他们包装，然后写卡片，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义卖，跟买的人说谢谢，帮我们跟买的人说谢谢。所以我们的肥皂是最抢手，在义卖品里面是最抢手的哈。但是我今天没有带来，因为上礼拜的教会已经把全数的买光，而且还有预定哈，我们赶不出来。小朋友写卡片也是很厉害，很累哈。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你们也可以预定。那等他们的肥皂晾好了，我们会一并的寄过来哈。我们也看见，我们有勇士300的任线。我们在3年当中，我们想要找300个人，只要300个人愿意为这件事工。3年内1年奉献1万块钱，我们只要300个人就够了，我们就能够做成这工。我们从今年8月才开始募款，现在才12月，我们看见太多太多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125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跟神的话的时候，面对困难，我们仍然向前走，我们就看见原来神一直在为我们开路啊！这是林森路教会的见证，这是从前圣经里面的见证。我盼望这样的见证也流落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谢谢你，谢谢你洒落如此的见证都在我们的中间。当我每当听见、看见如此行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相信，原来神啊，你是带领从前以色列百姓的神，你也是带领我们泸州教会的神，也是带领林森路教会的神。你的见证不改变，你的恩典一直流落在我们当中。愿这样的见证不断的发酵，愿这样的见证不断在我们当中都成为那美好的故事。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非常感谢卢牧师带来林森路教会大整件的一个见证来跟我们做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以马内利》。各位弟兄伙伴，请起立。以马内利，基督的爱，伸缩应许的同在，何等光彩，我心敬拜。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以马内利，我主我王，一生年日在我身旁，以马内利，我要仰望，软弱时更得着刚强。副歌再来，以马内利，我主我王，一生年日总在我身旁，以马内利，我要仰望，软弱时更得着刚强，软弱时更得着刚强。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同心奉献
蛮请诗线的同工帮忙服侍。今天是台南林正路教会的大整件募款主日，在我们的周报当中都有附上他们教会大整件的奉献袋以及他们的施工计划。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您方便的话，可以在这边在奉献上支持他们。如果你今天没有预备，也可以在他们大整件的施工上面为教会代祷。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在我们周报的下面。国语的部分我一起来读2遍。来，你求告我，我就应你，并将国语那个中性国语。好，我们看着周报一起来念哈。来，国语来，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们再来一次，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书33章3节。请问一下，今天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吗？没有，那我们就介绍那个卢牧师。好，谢谢卢牧师，他是台南市嘛，对不对？台南市林正路教会的教育牧师，卢牧师，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他。非常感谢卢牧师很辛苦、很用心的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教会大整件的这样一个事工。那接下来我这边也来针对我们教会的事工来做一个报告。那第一个是有关于新的年度小会权衡的部分，大义长老一样是淑珍长老，小会书记一样是我本人，然后各事工组、教育礼拜组、教育组、传道组、关怀服务组、总务组跟财务组，我们的事工的长老都一样，跟2020年是一样的。好，接下来各团契的辅导的部分。主日学的辅导长老是我本人，少年团契是芳玲姐，然后芳玲姐妹。好，
青少契是宜娟牧师，同心团契是荣珍长老，中年团契是我本人，圣歌队的辅导是淑珍长老。好，接下来关于好，第二个就 pass 过，谢谢。好，那因为我们那个小会已经决定哈，明年的228的那个主日，我们要召开2021年的会员合会。那因为要准备合会手册资料，那麻烦各团契哈都赶在今天能够赶快将各团契的2020的事工报告以及2021的事工计划整理好，送交给干事办公室那边。那各团契也包括你们的年度决算，因为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所以记得把今年的账全部都记得登录上去，不要留到2021。那新的年度的预算也请同工讨论好，一致把那个文件编辑好，送交给那个干事。好，关于我们2021一些事工也在这边跟各位弟兄姐妹做报告。首先是下一个主日1月3号，我们在联合礼拜9点钟开始，那我们会进行各团契首长的就任。那我们在礼拜结束之后，也会举行1月份的庆生会。那到中午的时候，会举行同工的年度聚餐。那我们的餐厅是在大风车餐厅。那欢迎我们的长职同工以及各团契服侍的同工，还有主日学老师，还有圣歌队的伙伴都一起来。那原定的1月3号召开定期的长职会，那因为这个聚餐的关系，我们就顺延到1月10号的主日再进行。那同样在1月10号这个主日当中，我们也会进行2021年度的教会年度查账。也请麻烦各团契还有主日学圣歌队把团契的账务先整理好。那特别提醒是，银行的部分呢，在12月21号左右都会把下半年的利息入账。那麻烦请各团契的会计记得去刷存折，记得把这一笔账补登起来，这样最后你的现金账跟财务的报表才能够对得起来。好，接着我们新的一个年度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寄到，好，那放在1楼的招待桌那边，麻烦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能够带回家，不但是自己灵修，也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服事轮值表也已经公布，那有的同工你有留 email 信箱给干事信如姐那边的，他也都有 email 寄给大家。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新的年度当中，我们的礼拜主的招待服事以及音控的服事，我们需要新的伙伴。那我们敬拜组的部分也需要有新的团队加进来。那如果你在服事的这个部分有这样的意愿，那也欢迎洽礼拜组或者洽音控组做一个联系。那我们周间的聚会有礼拜3晚上的查经祷告，有礼拜4早上中灵读经班，还有礼拜4晚上的家庭礼拜。那有需要的，就是欢迎尽量拨空能够来参加。那会计报告，在这边大家自己来看。那团契的消息部分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现在华语堂礼拜的同时，我们楼下在进行的是松年，他们今年度最后一次的例会。那差不多在待会我们礼拜后，他们就会移动往泸州的海霸王进行年终聚餐。那儿组的部分，有信息跟大家再一次提醒，他们在门口会挂一个小小的标示牌，告诉说他们是上课还是下课。那如果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小朋友是在儿组那边上课，那最后要接小朋友的时候，麻烦留意一下这牌子的讯息，避免说小朋友还在活动干扰了他们的活动。那另外肢体交通部分有相关的信息，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需要代祷的事项都在这边，也麻烦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个人灵修当中，能够为这些弟兄来提名代祷。然后最后补充一点小是说，上个礼拜是我们的圣诞主日，那如果上个礼拜在圣诞的活动当中，因为忙忘记了没有拿到圣诞糕的部分，那在那个1楼干事办公室那边还有。如果有需要的，或是您想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好的信息，也可以在洽楼下干事那边来领取。那另外就是今天是林森路教会他们的大整件募款主日，那
如果你没有预备的，在我们的周报当中一样有他们的建堂整建计划以及奉献袋，那你可以在下个礼拜这以后的时间，也能够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祷告摆放在你自己的灵修里面。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那个圣诗398首。那诗歌唱完之后，我们请那个卢牧师帮我们祝祷。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愿我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救赎，天父上帝上赐福且曾细数他儿女，曾细数他儿女。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好让你们在生活、在家庭、在职场上都做万人的见证。神与你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